人類嘅關係分兩種，一種可以叫做合約啦，另一種我哋叫做宿命。你同你老闆係合約，你同你老婆都係合約。嗱，呢個合約咧只不過比喻嚟嘅啫。你唔中意呢份工，咁你咪辭職咯。如果你同你老婆真係生活唔到一齊啦，你都可以選擇有權去離婚噶嘛。但係有一種關係就係天生注定咗。你冇得揀，又冇得退貨，呢種係叫做血緣關係。最近李克勤嘅外父登報同佢個仔脫離關係，咁好多人問我啦，楊律師，佢哋登咗報之後，喺法律上佢哋嘅關係係咪變成陌生人呢？如果你咁諗，你係諗多咗啦。嗰張報紙喺法律上嘅意義其實係零嘅。咁點解法律上邊你可以炒到你老闆，但係你永遠都炒唔到你個仔呢？喺香港唯一可以透過法律程序，由法庭頒令去徹底解除嘅親屬關係只有一種，就係夫妻關係。咁但係父母、子女同埋兄弟姊妹呢，好多人以為我去律師樓簽張紙或者登個報紙，話要脫離父子關係，咁喺法律上我哋就冇關係噶啦。其實喺香港法律下，血緣關係係一個事實，而唔係一個合約。你係冇得去家事法庭申請一個叫做脫離父子關係嘅命令嘅，係冇呢樣嘢嘅。就算你登個報紙，你死咗之後，如果你冇立遺囑，根據冇遺囑者遺產條例，你嗰個已經脫離關係嘅衰仔，仍然可以分你身家噶。因為喺法律眼中，佢依然係你個仔，雖然佢係一個衰仔啊，不過呢個 DNA 係改變唔到嘅。生嚿叉燒我撐你，生嚿叉燒我生你。不過有一個極端嘅例外，就係領養啦。如果個細路俾人哋合法領養，佢同親生父母嘅法律關係先會切斷。但係李克勤個舅仔幾十歲人，應該冇人領養佢啦，係嘛？所以登報脫離關係喺法律上係完全無效嘅。咁既然無效，點解咁多人又要登報，又要開記者會去脫離關係呢？雖然改變唔到身份，但係呢一張報紙有兩個好重要嘅防禦作用。呢份聲明係做俾一班特定嘅人睇，即係債主。講得白啲，即係收數佬。我哋要講清楚一個好重要嘅法律概念：債務嘅合約互相關係法則 （Privity of Contract）。簡單嚟講，即係邊個借錢就邊個還。即係假設阿仔借錢，佢阿爸阿媽兄弟姊妹其實喺法律上冇責任幫佢還債嘅，除非佢哋做咗擔保人。但係收數公司嘅策略，大家都知可能唔係淨係行法律途徑噶嘛，而係行心理同埋社會壓力途徑。喂，你個仔借咗我哋3萬，快啲還錢咯！佢哋可能會去你屋企，或者去你屋企人嘅公司熱心提示你，去提醒你屋企人去提醒你，因為佢哋知道你好驚影響到屋企人，你屋企人亦都好驚俾人哋指指點點，所以呢個斷絕關係嘅一份聲明呢，類似成為一個防火牆。第二嘅作用就係一種心理嘅博弈同埋社會嘅宣告，呢個牽涉到社會上邊嘅儀式感。既然法律上都斷唔到啦，咁不如喺社會層面上邊同埋心理層面上邊，要話俾大家知，嗱，我已經仁至義盡噶啦。呢一種係一個止蝕嘅信號，就好似當年蔡少芬開記者會一樣，佢都冇辦法改變佢阿媽係佢阿媽嘅事實，但係佢透過公開宣告就切斷咗呢一條情感勒索嘅鏈啦。所以結論係咩呢？法律可以幫你離婚甚至分身家，但係唔可以幫你切斷血緣關係。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人遇到呢一種親情勒索，登報紙只不過係第一步，真正要做嘅係要寫好份遺囑，白紙黑字寫明邊個冇份分遺產，咁樣對於你嚟講，可能都仲有啲法律保障。你或者你身邊嘅人有冇遇過呢一種親情勒索嘅情況？如果有，記得下邊留言。如果中意我哋 channel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訂閱啦。